出事啦，家人們，真係要即刻抬埋行李走人，遲一秒你都分分鐘傾家蕩產啊！呢排成個朋友圈、Threads 同埋 Facebook 群組都俾北上中伏呢4個字洗晒版。大家都知，依家每逢週末或者長假期，成千上萬嘅香港人好似行花市咁湧晒上深圳、廣州、珠海度假，貪那度啲酒店又大間，設施又新，CP 值又高，200-300蚊人民幣就住到5星級享受。但係大家有冇諗過，喺呢啲表面咁平靚正嘅背後，其實暗藏住好多你想象唔到嘅黑色全套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揭開呢個北上住酒店中伏實錄。我哋團隊最近收到好多個真人口述嘅血淚個案，有啲人只係上去過一個週末，結果返到香港之後，銀行戶口嘅錢無端端俾人提走晒。有啲人同女朋友去過二人世界，點知幾日之後自己變咗某啲不法網站嘅男女主角。呢啲真係唔係拍戲，係真真正正發生喺我哋身邊嘅事。所以大家聽清楚啦，無論你依家喺深圳、羅湖、福田、南山，定係去到東莞、廣州，總之你一上到去開房行到房門口嗰陣，只要你對眼見到呢3樣嘢嘅其中一樣，唔好諗，唔好猶豫，更加唔好貪平，話住一晚半晚無事嘅，聽我話，即刻落大堂辦退房保命。首先我哋要講嘅第一樣嘢，亦係最多港人忽視，覺得冇乜大不了，但其實背後連住個超級詐騙集團嘅，就係房門口或者走廊牆角貼住或者塞入嚟嘅嗰啲寫住120或者24小時服務嘅奇奇怪怪小卡片。你可能會話，哎呀，呢啲卡片由10幾年前開始就有啦，上面印住啲性感相，寫住乜嘢按摩、水療、美女上門，普通人一睇就知係色情廣告啦。我不理他，不就沒事咯。如果你咁諗，你就太天真啦。以前嗰種可能真係單純嘅不法色情交易，但係去到近年，特別係呢1-2年，呢啲卡片已經全面升級做高科技敲詐勒索鏈。有位苦主陳先生，30零歲，早2個月同朋友想去深圳飲飽食醉，夜晚返到間連鎖商務酒店，佢一到房門口就見到地下塞咗幾張呢啲色情小卡片。當時佢飲醉紛紛，一時好奇就用手機掃咗卡片上面個二維碼，結果一掃手機就跳出一個要下載應用程式嘅畫面。佢迷迷糊糊咁撳咗落去，畫面顯示係個聊天軟件，但其實嗰個係一個木馬程式。唔使5分鐘，佢手機入面嘅所有通訊錄、相簿，甚至係佢登入網上銀行嘅密碼、驗證碼，全部喺背景被後台偷偷傳走晒。最恐怖嘅係，未幾就有個自稱係黑社會嘅人打電話俾佢，直接叫得出佢喺香港全家人嘅名，甚至連佢公司老細嘅電話都有。然後對方發咗幾張合成嘅裸照過嚟，勒索佢5萬蚊港幣。如果唔俾，就將張相群發俾佢所有香港嘅同事同親戚。陳先生嚇到即刻走醒，結果成個禮拜提心吊膽，最後真係冇咗幾萬蚊。所以只要你喺房門口或者行過走廊，見到大量呢啲卡片，代表呢間酒店嘅保安完全係形同虛設。任何閒雜人等犯罪分子都可以好似出入自己花園咁，走上嚟每間房採卡片。一間連基本出入管制、電梯刷卡系統都做唔好嘅酒店，你住入去，你嘅財產同個人私隱根本就係貼喺塊板度，任人宰割。跟住落嚟要講嘅第2樣嘢，更加係無孔不入，好多行內人一見到就會面色大變嘅，就係房門頂部或者門鎖周圍有新填補嘅玻璃膠痕跡，或者好似針孔咁細嘅不明孔洞。好多人一入房，第一件事就係將行李一揼，然後成個人大字型跳落張床度玩手機，根本唔會留意房門同玄關位。但係大家要知，依家啲偷拍器材已經進化到你無法想象嘅地步。以前嘅針孔相機可能仲有一粒好微弱嘅紅光，或者體積好似一粒紐扣咁大。依家嗰啲叫做光纖微型鏡頭，個鏡頭直徑得0點幾毫米，比一條頭髮仲要幼。不法分子最中意利用咩位置呢？就係房門上面嗰個防盜眼，即係俗稱嘅貓眼，或者係門框四周。佢哋會將原本嘅防盜眼拆出嚟，
喺入面改裝一組24小時連線、恒定時高畫質傳輸嘅偷拍鏡頭，然後用玻璃膠或者特製嘅油漆封反好。從出面睇，你只會覺得個門鎖或者貓眼位有少少污糟，或者有啲新裝修嘅痕跡。呢個鏡頭唔係望住走廊啊，係倒轉頭，由門口望反入去房入面，將你成間房，包括玄關、床尾，甚至連浴室門口都影得一清二楚。之前有一對20幾歲嘅後生情侶，放假想去廣州玩，住一間網紅民宿。個女仔心思比較細密，行入房準備鎖門嗰陣，發現門口防盜眼周圍有圈好新嘅透明玻璃膠，而且用手指摸落去仲係黏黏地。佢覺得好奇怪，於是害支牙籤筆一筆，點知一筆竟然喺個防盜眼邊緣筆咗一條好幼嘅黑色電線出嚟。佢哋當場嚇到毛骨悚然，即刻報警。公安嚟到一查，發現入面裝咗個連埋記憶卡同埋無線網絡傳輸功能嘅偷拍器，入面已經儲存咗好多段之前住客嘅私密片段。試想象下，如果你冇留意住咗入去，你喺房入面換衫、親熱，甚至係裸體行嚟行去嘅畫面，就會即時被直播去到啲不法網站，俾成千上萬人付費收看。更衰嘅係，呢啲片段會俾人用 AI 技術去分析你嘅面孔，一旦認出你係香港人，分分鐘會轉手賣俾啲追債或者敲詐集團，同你講，我有你喺酒店嘅片，想唔想我寄去你香港公司啊？呢種精神折磨同埋金錢損失真係會令人崩潰。最後一樣，亦係最隱蔽、最容易令你傾家蕩產嘅第三樣嘢，就係當你行到房門口，發現你部手機原本收緊嘅 5G 或者 4G 信號，突然間無端端斷晒，變成完全無信號，或者係自動強制連接咗一個同酒店名一模一樣，但係唔需要密碼嘅開放式無線網絡。好多人會覺得，哇，間酒店咁貼心嘅，一到門口就幫我連埋無線網絡，或者會埋怨，哎呀，呢度啲牆真係厚啦，收信咁差嘅。話你知，如果你喺房門口遇到呢種情況，千祈唔好入去，因為你極有可能係踏入咗不法分子設下嘅危機站，或者釣魚無線網絡嘅陷阱。依家有啲犯罪分子手段非常高超，佢哋會包下酒店某間房，或者直情喺酒店附近租架7人車，喺入面放一部功率極大嘅危機站設備。當你行近某個區域，呢部機器就會發出強烈嘅干擾信號，切斷你原本同正規電信運營商嘅連接。當你手機無咗網絡，你自然就會想去具無線網絡用。呢個時候你就會見到一個叫例如 Hotel Free WiFi 嘅名，只要你一撳連接，你部手機嘅所有網絡流量就會100%經過不法分子嗰部電腦。佢哋會用一種叫做中間人攻擊嘅技術，你以為自己喺度開緊網銀，睇下仲有幾多錢，或者喺度網購緊付款，其實你輸入嘅每一個字，你嘅銀行卡號、有效期，甚至係背後嘅3位數安全碼，全部喺1秒鐘之內，用純文字嘅方式呈現在犯罪分子個熒幕上面。最致命嘅係，呢種危機站仲可以攔截你部手機嘅短信。當佢哋攞到你嘅銀行卡資料，喺另一邊準備瘋狂盜刷幾萬甚至10幾萬嘅時候，銀行發出嚟嘅嗰個一次性動態密碼短信會直接被呢個危機站攔截咗。你部手機係完全收唔到任何提示音，亦唔會見到有一條短信入。不法分子用你個驗證碼成功提款，或者買晒金條之後，將個基站一熄，你部手機先會突然間收返信號。而喺呢個時候，你只會收到一連串嚟自銀行嘅扣賬通知，話你戶口入面嘅幾十萬儲蓄已經喺啱啱嗰幾分鐘之內俾人提走晒。呢種手法真係殺人於無形。好多香港人上去諗住開開心心過個週末，點知一開房門，一連個無線網絡，大半世嘅積蓄就咁冇晒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好心驚膽戰？其實北上消費住酒店本身係一件放鬆嘅事，但前提係我哋一定要有足夠嘅防範意識。香港人好多時習慣咗香港治安好、私隱度高，去到外地往往會放鬆咗警惕。為咗確保大家下次北上玩得安心，除咗要留意房門口呢3樣嘢之外，我強烈建議大家一定要執生，記住以下幾個金律。第一，去到內地千祈唔好隨便貪便宜，
連啲唔使密碼嘅公共無線網絡，寧願自己買多幾 GB 嘅漫遊數據，或者用香港電信商出嘅大灣區數據卡，行返自己嘅加密隧道，咁樣安全性會高好多。第二，一入到房唔好即刻熄燈，調反轉，要將房入面所有燈光開到最靚最光，然後打開你手機個相機功能，圍繞住個天花板、煙霧感應器、電視機、機頂盒、插座孔，特別係正對住張床嘅所有擺設，仔細望下個熒幕入面有冇出現一啲肉眼睇唔到，但相機鏡頭睇得到嘅異常紅點或者反光。如果可以嘅話，上網買支幾十蚊嘅紅外線探測筆，入房掃一掃，買個安心。第三，一旦發現任何異樣，千祈唔好驚動酒店嘅基層員工，或者喺現場大吵大鬧，因為有時呢啲不法勾當，分分鐘有啲有害群之聲嘅酒店內部清潔工或者保安喺度裏應外合，你喺度嘈，可能會驚動到不法分子，到時財物損失事小，人身安全受到威脅事大。最精明嘅做法係保持冷靜，行返出酒店大堂，直接同經理講話，臨時有急事要返香港，要求即刻退房。如果對方推三阻四，或者發現問題好嚴重，行去一個安全人多嘅地方，即刻撥打當地公安電話110報警求助。各位精明嘅香港人，北上玩樂最緊要係開開心心上山去，平平安安返落嚟，唔好俾一時嘅大意令自己變成不法分子口中嘅肥羊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分享嘅呢啲實用資訊幫到你，或者你想身邊嘅屋企人、男女朋友，下次北上嗰陣唔好中伏，記得將呢啲重點話俾佢哋聽。出門在外，多一個心眼，就多一分保障。希望大家下次去玩都可以住得舒舒服服、順順利利。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多精明防伏資訊。